各地方政府为着要来提悬着疫苗注射率，嘛是步速进展。来看这个屏东县，来自预防社，阁要送你现金500块。从第一天来发送，乡亲拢有够踊跃，讲唔免注文，随到随住，阁有钱通摕，真正是冒着咯。今仔日爱上班，都有人专工请假，一透早就到注射站排队号位。另外，你的家己嘛有好礼相送，来自疫苗，就送你迄种做舒适的白米，这嘛是真侪人来注射。 今天开始打莫德纳有送米哦。大家好，我刚才给准备的。注意防射有通摕2包米，民众真欢喜，感觉讲疫苗甲米拢是顾身体。可以用而且很实用我们又可以打疫苗。这样子1减2个赞。嘉义县卫生局内有设注射站，9点才开始，有真侪民众透早就来排列。为了鼓励大家来注射，嘉义县政府特别买舒适米来送。买预购大概1000份，那送完为止。 嘉义县送米，屏东市发钱，注射会使领500块。东港东龙宫注射站的外口有真侪人伫排咧，大家拢是来自预防社的。10点半开始做，因为有人透早就来啊。我7点整。7点整？为什么这么早就来？因为我请半天的假。因为这唔免注文就会使做，好大家感觉真方便，佫会使领500块的现金。屏东车头的注射站人共款真侪，有人就是为着500块来。 因为这500块来煮，是啊，会不会因为是有500块？也有这些原因。屏东注预防社会使领500块的好康的，为12月初5到12月初7修连续3天，虽然限争300名，不过这2家注射站人拢真侪，大手笔发现金果然有效。